中央政府啦，包括習主席在內啦，都強調中美關係嘅發展咧，就基礎就在民間啊嘛，係咪？係靠民間，係靠地區。咁咧，香港呢度咧有獨特嘅地位嘅喎，因為香港你過往的確同美國係有好多即係民間嘅交往喺度啊嘛。咁呢件嘢，即係就變咗我哋進一步要睇咧。當嗱，本來過往嗰個經驗就係，當中美關係越係有矛盾嘅時候咧，香港反而冇錯啦，中立角色更加重。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多謝你收睇《香港拗緊乜》，咁又係 K 林志恩博士同埋我曾鈺成咧，同你討論下你可能有興趣嘅問題。嗱，今日咧我哋揀一則國際新聞嚟拗下。係，雖然呢則國際新聞咧，好似對香港冇乜嘅直接嘅影響啦，咁不過都係震撼全球，或者大家都一定聽過一單新聞咧，就係近排咧美國咧就拘捕咗呢個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啦。咁其實咧，我嘅社交媒體上面咧就好多人咧傾關於佢有冇違反啊，即係美國呢個行動本身有冇違反國際啦，同埋國內嘅法律啦。咁第二個咧，亦都好多人傾嘅咧，就係美國有冇權去審判第二個國家嘅總統嘅咧咁樣。咁第三咧就係其實如果大家睇到咧，即係委內瑞拉有一啲嘅市民反應咧，有啲人又好歡迎呢個行動啦，即係覺得結果而言咧，俾咗個機會委內瑞拉喎。咁究竟即係一啲嗰個地方嘅民意又能唔能夠彌補到呢個行動本身一啲合法性嘅不足啦？咁最後咧就同大家分析下一啲國際形勢嘅。咁啊，今日就同大家拗下呢單國際新聞啦。嗱，曾生頭先提到啦，即係其實網上面咧都好多輿論係關於即係究竟美國呢個行動本身係咪違反咗國際法？因為首先第一啦，佢冇向聯合國做一個嘅即係申請同意嘅。咁第二咧，喺國內入邊咧，其實國會亦都冇被知會到。咁你自己又點樣睇咧？即係呢個行動合法性咧？嗱，所謂合法性咧，如果我哋講到國際法咧，老實講，成套標準咧，同埋你一個國家自己，即係一個主權國家自己內部嘅法律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國際法咧，即係你嗱，第一佢冇一個好有效嘅懲治機制喎。即係都係睇國家之間嘅合作。係咯，好多時嗱，譬如你，就算而家真係，假如話好多國家國際上都認為美國嘅呢個行為咧係國際法上邊嚟講咧係違反嘅，咁你又點咧？你譴責嘅啫噃，講嘢嘅啫喎，最多咪喺呢個聯合國安理會開會嗰度嘈下嘅啫喎，即係你冇一個即係有效嘅一個懲治機制嘅喎。咁而且咧，即係你睇翻即係過往歷史都係，你牽涉到呢啲即係國與國之間啲行為咧，往往咧就即係政治就凌駕喺呢個法律之上，即係國際就係咁樣。咁而咧美國個辯解又好有趣，佢一路都冇話係發動緊戰爭喎，即係佢否認呢個係一個戰爭行為啦。咁佢嘅解釋咧就話呢個係一個執法、一個刑事上嘅行為，就係講緊咧，因為委內瑞拉咧其實即係向美國啦，即係外輸緊啲所謂叫做即係毒品恐怖主義啦。咁美國只不過係跨境執法啫。咁呢個亦都牽涉緊美國有冇權去跨境執法嘅問題啦。假設佢唔係一個戰爭嘅話，冇錯啦。嗱，即係你亦都真係好難話佢係一個戰爭啦。佢同即係話係咪1989年啊？佢打巴拿馬咧係唔同，嗰度真係派軍隊去真係打嘅，係咪？真係咁就即係有呢個武裝力量嘅衝突嘅。今次呢個就真係即係佢自己美國一個兵都冇死嘅喎，佢傷咗啲人，但係完全冇死咁啊！即係喺委內瑞拉嗰邊咧，就好似死咗幾廿人啦。即係有啲委內瑞拉嘅兵，有啲好似係古巴都派咗啲兵，又係咁死咗30幾個。嗱，咁所以咧，即係佢話唔係一場戰爭。咁啊，變咗你嗰個問題啦。即係佢任何國家，你有冇權派你嘅執法人員去人哋嘅國家嗰度執法咧？咁你當然啦，你任何主權國家咧，佢都即係你點解話佢嘅主權都不容侵犯？你即係你武裝人員走入人哋嗰度，未經對方嘅政府同意，然後喺人哋嗰度嚟到去，即係通過呢啲暴力嘅行為嚟到強行攞走啲人咧，咁呢個我認為佢係即係當然即係講唔通，冇即係
冇個法理嘅依據喺度嘅。但係我覺得最值得討論嘅咧，你仲提到佢國內都有人認為佢都違反自己美國國內嘅法律喎。係啊，因為咧美國咧其實佢有一條嘅法例啦，叫戰爭權力決議嘅。咁即係話咧，總統派兵咧之前嘅48小時咧，其實就必須要去通知國會嘅。咁但係今次係一個非常秘密嘅行動啦，其實係即係事後即係。其實先至再去諗翻，即係提出一啲理據去講翻個行動啦。咁事前就冇經過個國會程序，咁所以睇翻美國嘅民意，其實都有唔少人係反對㗎。但你剛才講嘅佢嘅法律係只係管佢發動戰爭，抑或即係包括埋任何咁我發動戰爭喎。咁所以特朗普話：喂，我而家唔係喎，我而家唔係要去打仗喎，我打仗先話俾國會聽啫。我而家真係揾執法人員去執法喎，係一個執法嘅行為，而且呢個執法行為咧，如果要成功嘅話，呢個當然要保密啦。咁我點能夠一早喺呢個國會嗰度張揚咧？咁啊，佢即係就變，如果佢唔係一個戰爭咧，咁你又好難話佢違反你剛才講嘅嗰個法律，係咪咁咧？係啦，咁嗱，如果假設去到呢一步啦，咁佢於是去到下一個問題就係話，嗱，我哋一路即係對於個國際嗰個主權嘅認知就係個國家元首就有個豁免權啦，即係理論上係不受第二啲國家嘅審判嘅機制係即係控制。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度美國亦都有個辯解啦，就係話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馬杜羅政權咧，佢係一個非法嘅政權。咁佢當然提出咗一啲證據，就話即係當時政府佢連任啦換屆嘅時候咧，其實係有選舉舞弊嘅。咁有啲國家當時其實亦都話唔承認呢一個政權，咁所以就話其實佢冇國家元首呢個資格或者呢個地位。嗱呢樣嘢咧，即係我又覺得又係翻轉頭，即係政治凌駕呢個法治。你喂由你嚟話，你呢個因為你講到尾，馬杜羅咧，佢實際上就坐咗喺度係做緊委內瑞拉嘅總統。即係佢 in effect 其實行使緊。係咪佢就係咁啊嘛？咁你話喂，你唔係？你即係非法嘅，你呢個政權係非法嘅，因為你咧就即係選舉嗰陣有貪污啊等等，咁所以我唔承認你。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你好難，即係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力嘅即係一個理據咧，就話佢如果作為一個國家元首嘅嗰個，即係個外交通常外交豁免權咧。咁就冇咗，咁因為佢係唔係嗰個國家元首，唔係由你決定噶嘛，唔係由呢個外國嘅，佢即係委內瑞拉作為嘅主權國家，係咪？就算佢嗰個，咁你一樣嘅道理啫喎。你有啲即係美國啊、西方啲國家咧，對於有一啲其他國家，佢唔係通過呢個民主選舉產生嘅政權，佢都可以話佢即係呢個獨裁政府唔合法，你都可以咁講。但係亦都有同時又有啲國家承認。咁冇錯，有個國家承認啊嘛，係咪？咁嗱，而且你而家睇嗰個事後嘅反應咧，委內瑞拉咧亦都唔係全國人民都反對呢個總統喎。因為有啲人其實擔心會出現一個權力真空嘅狀況，就係因為頭先我哋睇過，即係我哋對比巴拿馬同今次委內瑞拉嘅 case，因為巴拿馬行動之後咧，其實反對派好快就接管咗個政權，咁其實你都當係一個安然嘅即係 transition 咯。但係去到今次咧，其實委內瑞拉有一啲人都擔心咧，就係究竟邊個會接管政權，還是即係美國會變成即係支配咗委內瑞拉？咁所以就有啲人其實係唔係好同意。而且咧就即係巴拿馬嗰次個事件咧，唔能夠直接攞嚟做今次即係美國逐走呢個馬杜羅嘅一個先例嘅，因為係好唔同嘅啦。首唔先咧，即係巴拿馬咧就美國真係派兵去打啦，同時咧佢捉咗翻去當時嗰個叫做洛列加Noriega，佢咧佢唔係當時唔係巴拿馬嘅正式嘅元首嚟喎，即係佢係呢啲即係軍事集團嗰個首腦咧就操控，當時係有另外一個總統嘅喎，咁咧就即係。而且當時咧，巴拿馬咧亦都係基本上即係全國咧，亦都係對呢個即係軍事集團，即係去操控嗰個政府咧，係好多
好多唔滿意地方，所以你話講個即係反對派咧係得到好多支持啊嘛。咁所以逐咗佢咧就唔存在呢個話，因為佢係國家元首，所以就有咩豁免權，冇呢個問題喎。佢係罪犯嚟啫喎。咁啊，而且佢仲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咧，就佢捉呢個洛列加之前咧，喺美國咧已經係提控咗，已經即係指出佢嘅罪行咧，同埋通過嗰個 grand jury 咧已經係話咗佢有罪嘅。咁佢真係攞咗佢即係拎佢翻美國之後就審就判咗佢幾廿年徒刑嘅喎。後來就因為佢咩表現良好咁啊放咗出嚟，跟住喺法國又再坐一輪，跟住翻去巴拿馬又再坐。咁佢呢個人咧即係個情況同呢個而家今日呢個馬杜羅咧，我認為好唔同。同埋亦都有啲分析咧，就話即係巴拿馬咧個事件咧，其實啱啱冷戰結束個時期咧，即係同而家個國際局勢複雜程度又好唔同。因為以前基本上就係冷戰結束之後，其實都係單極啦，即係美國為主嘅，咁即係蘇聯已經倒台啦。咁所以嗰陣基本上就冇乜人 challenge 到即係美國個國際局勢。係。咁但係因為今次咧，其實你講緊中俄美幾個國家咧，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國際形勢比較複雜，咁啊變咗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今次呢件事件咧，其實係挑動咗即係南美洲其實一啲政治或者地緣政治上面嘅風險嘅，咁所以嗰個爭議程度係會比較大。係你講得啱，即係我嘅印象咧，當時即係我哋都即係經歷冷戰同埋即係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嗰個過程啦，咁即係去到列根。跟住就布殊，即係老布殊，即係捉呢個洛列加嘅時候就老布殊啦。咁啊，老布殊仲打呢個海灣戰爭添啦，係嘛？咁當時咧就因為你講嗰個國際形勢嘅發展咧，就即係美國作為即係所謂叫做國際警察咧，呢個角色咧佢就好似當之無愧。咁啊，國際上咧亦都真係有啲人覺得，係要美國，即係佢先有呢個咁嘅能力嚟到主持公道，係有啲咁嘅即係氣氛喺度嚟嘅。今次有冇咧？今次會唔會即係嗱？因為我見到咧，就似乎即係委內瑞拉都有啲人歡呼喎。係因為咧，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即係好多人即係不同意即係馬杜羅嘅管治質素啦，即係經濟又差啊，即係亦都有貪污舞弊啊等等嘅情況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有啲人咧覺得今次美國嘅行動好精準。即係嗱，如果同頭先巴拿馬事比，巴拿馬事真係有地面戰爭啦，即係有傷亡啦。但係今次咧，其實就真係捉人，咁啊基本上即係冇平民受傷。咁所以亦都即係委內瑞拉有一啲人係支持，咁所以亦都連帶一個問題就係話個民意其實能唔能夠彌補到頭先我哋所講喺嗰個無論國際定國內法律層面嘅一啲漏洞，因為唔係漏洞啦，即係冇咁足夠嘅理據啦。因為事實上我哋講即係政治學嘅時候咧，有時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就係佢未必好有合法性，但係個行為咧有啲人覺得係正當嘅，即係覺得係合乎佢哋利益嘅，咁亦都會支持。咁而家就變咗，其實委內瑞拉咧就有一啲人係歡呼嘅。係，咁但係呢個咧，即係你嗰個問題咧，政治學者係可能好有興趣討論，即係作為個學術嘅問題嚇，即係民意嘅支持。可唔可以彌補到即係你嗰個法理依據嘅不足咧？即係咁，但係嗰個現實就係呢件事發生佢導致個後果一路會係點樣？嗱，老實講，如果咧真係委內瑞拉嘅民意對於呢次行動係壓倒性嘅民意支持，咁跟住咧佢好可能就好似即係呢個89年呢個巴拿馬出現嘅情況咁咪即係啲反對嘅力量。或者你喺委內瑞拉裏邊嘅一啲親美親西方嘅力量，咪即係可以即係話到詞咯，咁咪上到台咯，即係咁樣。咁就嗱，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性。調翻轉咧，如果唔係，假如話支持呢個馬杜羅嘅力量咧，喺裏面仲係相當強大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會亂一段時間，或者會出現呢個即係你所講嘅權力真空啊，即係咁樣。咁嗱，咁我哋譬如喺香港。最關注嘅咧就係呢個行動本身，即係對中美關係嘅影響啦，係咪啊？即係對中國咁嘅影響。因為好多分析咧都認為，今次即係特朗普嘅呢個做法咧，就除咗覬覦呢個委內瑞拉嗰啲石油之外咧，仲係要打擊中國噶嘛。係。而且一方面咧就即係喺操控委內瑞拉嘅石油，
嚟到去影響即係中國嘅嗰個石油業發展啦。咁呢個咁有啲人就話好大，有啲人話唔係咁大啦。同時就話即係殺雞儆猴，即係警告你其他南美、中南美國家嗱，你唔好同中國太過靠攏啊！咁你同中國太過親近咧，我就嚟整你噶啦咁。會唔會有咁樣嘅後果咧？因為我覺得咧，頭先我哋提過啦，今次行動其實佢 demonstrate 到即係美國嗰個情報能力好強，咁啊即係基本上準確捉人啦，亦都冇即係其他任何嘅傷亡。咁我諗呢個咧，即係喺美國角度都係一個震懾作用嚟嘅，即係對於其他國家。但係亦都有啲人調翻轉嚟講咧，就話呢一個嘅行動其實會唔會令到有一啲其他國家，譬如俄羅斯啦，即係一啲強國，其實佢要去壓縮或者去即係剝奪其他嘅細國嘅利益嘅時候，其實亦都會有個同樣嘅 excuse， 因為今次打破咗一啲我哋講緊國際上嘅慣例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漸進嘅過程嚟嘅，唔係話一次過已經打破，因為其實特朗普上場，基本上有好多國際規範都係即係已經改變咗啦。咁但係會唔會令到其他嘅強國都有樣學樣咧？呢個就係另一個角度去睇今次嗰個即係事件。係嗱，我喺網上都睇到即係啲評論有兩極嘅。一方面咧就有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特朗普呢個行為就魯莽冇用咁之類啦，即係話呢個委內瑞拉其實咧即係輸俾冇錯，即係中國咧可能係委內瑞拉石油出口嘅最大嘅呢個出口國，但係咧即係委內瑞拉石油佔中國石油進口嘅好少一個比例嘅啫，咁所以就影響唔到嘅。咁而呢件事咧就引發起國際上諗，的確有啲即使有西方國家都出嚟譴責啦，係咪？即係好似你咁講話破壞咗呢啲國際嘅秩序，咁呢樣嘢咧就即係引起好大嘅後患。嗱，咁有啲咁講法，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又見到啲評論咧就犀利，呢個説明特朗普呢個真係好天才，即係佢呢一招咧厲害，徹底改變咗呢個即係唔單止嗰個區域嘅嗰個平衡嚇，而且咧就影響咗即係全世界，即係中美俄之間嘅關係。呢個咧即係特朗普一行嗰啲步咧，就美國就佔咗上手啦，即係佔咗上風啦，即係咁樣。嗱，咁到底係咪咁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呢樣嘢咧，就即係我都有興趣即係睇下各方面嘅分析係點啦。但係呢肯定呢件事咧就係仲會有續集嘅，即係會繼續發展落去嘅。咁發展落去到底會嘅情形點樣咧？咁就同埋對我哋香港嘅咩影響咧？呢個就真係值得我哋去討論啦。咁而且嗱，仲有咁啊！你正話仲提到其他，即係譬如俄羅斯會唔會話見到？喂，你美國都咁做啦，咁你話咩？我去入侵其他國家嚇？咁啊，我甚至聽到一個意見話好喎咁樣嚇，因為中國咧都可以派特種部隊去台北捉咗賴清德翻嚟審佢。呢個會唔會反而似克里米亞？覺得誒國內，即係其實我喺個國家入邊嗰陣嘅。冇錯，咁啊係，咁嗱，但係咁先做呢樣嘢咧，即係因為你有美國嘅呢個做法喺前邊咧，你即係更加即係美國唔出得聲㗎。喂，我執法行為啫喎，因為肯定即係如果你要即係中國要起訴賴清德，即係違反呢個危害國家安全法，一定焗得入啦，係咪？咁你係犯咗中國嘅刑法喎，咁我即係你係啊！如果我哋直情話台灣根本係中國一部分添，我哋咁係境外，即係國內執法添，係咪啊？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事實上台灣唔係喺中國即係管治之中咁樣，咁我去捉咗你翻嚟，咁你有咩講咧？係咪？而且咧，我認為我覺得中國做得到嘅喎。即係而家啲衛星科技咁發達，你完全可以監控到晒，即係即係喺譬如你賴清德嘅官邸裏邊嗰啲行動咯喎。咁啊，對香港又有冇影響？嗱，除咗近排我哋見到即係孫東局長冇訪美啦，咁有啲人就即係嗰個講法就話因為而家中美關係好緊張，所以官方嘅交流咧就暫時可免則免啦。咁但係咧，香港本身如果民間嚟講，本身同委內瑞拉就經濟關係上面就唔係太多嘅。咁亦都見到即係孫東訪美咧，其實佢有啲同商務合作有關係啦。咁其實民間都係照有一啲交流嘅。對於香港係咪暫時都未有一啲直接影響？嗱，
我想先講講孫東，即係我哋嘅創科局局長，即係忽然間取消呢個去拉斯維加斯呢個行程先。呢件事咧，即係我覺得都幾大嘅一件嘢，而且咧真係好突然。即係佢係臨起程之前幾個鐘頭，忽然間宣布話取消。咁之前佢係籌備咗好長時間，因為佢去係咩咧？佢去呢個拉斯維加斯咧，就去出席一個叫 CES， 呢個係好似搞咗幾十年嘅一個即係號稱係全球最盛大嘅一個即係創科嘅一個商業嘅一個活動嚇。咁就香港其實都派好多人去。香港由呢個即係科學園公司領頭，都好多香港啲企業咧去參加嘅。咁的確咧係會即係帶嚟即係對香港嗰個創科同埋對我哋嘅經濟發展係帶嚟機遇嘅。嗱咁咧就由一個高官，由一個特區政府嘅高級官員去出席呢個 CES 咧，好似係我唔記得清楚，即係好耐冇㗎啦。即係多年來即係第一次。咁所以今次咧，其實特區政府之前咧都相當重視，佢都做咗好多籌備功夫。咁就忽然之間要叫停。咁當然即係肯定係同呢個巴拿馬事呢個委內瑞拉事件有關啦。咁委內瑞拉同香港關係就即係直接上冇咩直接關係，但係美國啊嘛，係咪？咁就我見到啲分析就話：喂，你如果佢照去，如果係孫東照去，哇，去到喺拉斯維加斯嘅過程當中，假如話呢個中美雙方係因為委內瑞拉事件嗰個矛盾升級，有啲咩行動？捉咗啊又咁啊，未必捉佢，但係你都好尷尬。即係假如話我哋外交部甚至呢個中國國家領導人出嚟講一啲好嚴厲嘅，即係呢個譴責美國。咁你作為呢個特區嘅官員喺美國，咁你亦都唔能夠唔同對方任何官員接觸噶嘛。咁啊會有啲尷尬。咁所以即係臨時即係唔去咧，我覺得呢個迫不得已，即係以特區政府嚟講。咁但係就係你提出呢個問題啦，即係我哋一路就算我哋即係中央政府啦，包括習主席在內啦，都強調中美關係嘅發展咧，就基礎就在民間啊嘛，係咪？係靠民間，係靠地區。咁咧香港呢度咧有獨特嘅地位嘅喎，因為香港你過往的確同美國係有好多即係民間嘅交往喺度啊嘛。咁呢件嘢即係。就變咗我哋進一步要睇咧，本來過往嗰個經驗就係，當中美關係越係有矛盾嘅時候咧，香港反而冇錯啦，中立角色更加重。係啦，冇錯啦，因為佢兩國政府甚至兩國自己嗱，譬如呢幾年我都聽到香港啲大學，你都會知道啦，即係啲高等學府嘅講法就係內地嘅大學。同譬如美國甚至即係西方大學嘅交流係少咗好多，而且好困難。你想喺內地搞一個即係國際性嘅呢啲大學即係學術嘅會議咧，係好難搞得到。香港就得，你香港搞咧，即係美國啲人又可以嚟，內地啲人又可以嚟。嗱，咁呢個係好，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地位嚟嘅。咁就即係跟住落嚟會點樣發展咧？即係呢個我哋要真係要睇下。係，同埋頭先你提話，即係官方嗰邊，我哋有官員去美國，好尷尬啦。咁但係如果美國民間人嚟香港調翻轉，又會唔會即係個情況冇咁敏感咧？咁呢個都要即係再睇下，究竟即係之後嘅發展係點樣？咁個矛盾指數嚟講咧，即係我自己又覺得。頭先我哋講，譬如一啲大國嘅關係咧，又未至於一下子會即係所謂差到好緊要，但係會即係慢慢 decay 啦，有機會。咁同埋亦都有啲人提到咧，就話即係今次對呢個國際規範嗰個破壞有幾大。咁我諗咧，破壞即係最大一方面咧，就係似乎咧頭先我哋提嗰種即係執法加一啲軍事行動嘅模式咧，即係可能喺美國嚟講其實即係佢哋會覺得係一個有效
嘅行動嚟嘅。咁呢個可能會成為咗一個即係慣用嘅模式啦。咁但係係咪一下子會破壞晒個國際慣例？我又覺得未必嘅，因為余生生所講都要睇之後咧，其實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辯論，我哋會睇到啦。譬如就係即係美國有冇權去審判一個非法捉翻嚟嘅人咧？假設佢係非法，咁但係原來美國嘅法律即係都幾有趣，就係你係可以嘅，即係只要佢唔係一個酷刑，即係經過一個酷刑嘅即係嚴刑拷問或者審訊咧，其實係可以去審呢一啲即係所謂叫非法捉拿翻嚟嘅人啦。咁另外就係嗰啲理據咧，就係頭先提到，譬如佢究竟係一個軍事行動，佢係一個自衛嘅行動啦，呢個都可以拗啦。因為即係特朗普嘅講法都係話，其實即係委內瑞拉有外輸一啲毒品嚟美國，其實係影響緊佢國家安全嘅咁樣。咁好牽強呢個。係即係呢一啲後續討論，我覺得即係美國都有個 answerability 喺度嘅，即係你都要回應呢啲問題。咁所以即係未至於一下子就去到我哋成日所講話國際政治最原始嘅狀況就係純粹強權嘅啫咁樣，咁佢都仲有一啲規範喺度嘅。咁啊，曾生點睇咧？如果我哋俾個矛盾指數咧，係量度即係喺我哋社會，即係香港社會上邊對呢個問題嘅爭拗咧，咁我就覺得就唔會好高。即係我覺得就即係一方面，雖然有啲人覺得即係特朗普咁樣做法都即係醒目咁之類啦，但係我相信亦都唔會好多人即係認同，即係話呢個做法咧係啱嘅，即係都係認為呢個即係你正話講即係破壞呢啲國際嘅秩序啊，即係咁侵犯呢個一個主權國家佢嘅主權啊咁之類。咁所以咧，我就認為喺呢啲問題上邊，即係社會上基本都應該有一個最標準嘅一致嘅睇法，所以我俾3嘅。好。咁啊，我都俾3。不過咧，如果講緊某啲社群嚟講咧，我自己有時都係接觸，譬如有啲即係所謂左翼啦，就同右翼就拗得好緊要嘅。咁如果喺嗰個群體嚟講，我諗矛盾去到4至5，因為有啲人本身係佢哋立場上面反 Donald Trump 啊嘛，咁所以即係呢件事件咧，其實喺有一啲社群嘅討論上面都好激烈嘅。咁唔知咧，而家睇緊呢個節目嘅觀眾咧點樣睇啦？咁啊歡迎咧大家繼續 like、share 同埋 follow 嘅。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